香港娛樂圈，昨天又走了一個大佬，但這回他不是悄悄走的，他是帶着兩個字走的，無限。對，你沒聽錯，4月船在太平山頂跟朋友喝咖啡，精神矍鑠的謝賢7月20號走了。消息是家人親自放出來的，謝霆鋒的聲明發出來那一刻，香港電影半個世紀的記憶碎了一地。但你知道嗎？這次死的消息傳出來，不少人的第一反應是又來了，真的假的？遺集麼？因為過去2年，四哥至少被死訊了3次。2023年，網上一張模糊照片就說他病逝，害得英皇老闆楊受成親自出來闢謠，他好好的，謝謝關心。後來更是離譜，集麼腦中風，ICU搶救，次次都說得有鼻子有眼。所以這次新聞剛彈出，評論勾傳是不愧又是假牙吧。直到謝霆鋒從內地趕回香港的照片流出，他穿着一身黑，低着頭，口罩遮不住眼睛的紅腫，大家才慌了。這次是真的。說實話，要是普通人3番5次被造謠去世，早跳出來罵了。可四哥不近不氣，船拿他當笑話講，這份心態就夠我們學一輩子。但每次造謠之後，他又活蹦亂跳地出現在大家眼前，不是去銅鑼灣吃雲吞麵，就是拖着女友的手逛街，所以網友都調侃他退休金靠假死次數領。今年4月船有人造假他用 AI 合成病危錄音，英皇差點又要報警。四哥自己呢？跟老友喝茶時自嘲，我這條命在互聯網上已經死了5、6次，閻王都嫌煩。這種洗脫，你服不服？一個活到89歲的老人，一生被討論最多的，除了他的戲，就是他的命。謝賢1936年出生在廣東，8歲嚟香港，16歲就沒了疤。家道中落，他擔起養家擔子，因為長得帥，被星探相中，進了電影公司訓練班。那個年代，演運不是明星，是苦力。他演的第一部電影叫《樓下山水猴》，聽名字就知是市井喜劇，但他一出場就是男1號。隨後999命案讓他爆紅，成了邵氏的王牌。5、60年代，他鳳頭無兩，片酬比肩好萊塢2、3線，江湖稱銀壇第一小生。但四哥從不掩飾自己愛剪，他笑着說：50年代我一部戲就收1萬幾千，那時候香港一棟樓才幾萬塊，這是什麼概念？他拍一部戲就能買1套房，所以他後來愛買車，愛買名牌，出手闊綽，活得像個遊俠。更絕的是他跨界，70年代粵語片式微，他轉身進了無線，拍了《千王之王》，一夜間羅四海成了全民偶像。多少人學着他在劇裏甩牌、搖扇子，連他戴的墨鏡都成了潮流。那幾年，四哥就是收視保證。他和汪明荃的熒幕情侶，比現在的頂流 CP 船好合。但你以為他只能演大佬？1982年，他在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裏演阮庭深，深情款款，主題曲一響起，全香港都配唱。所以從大銀幕到小熒屏，他足足紅了20年，直到兒子謝霆鋒出生，他退居二線，把舞台讓給下一代。但他退而不休，偶爾客串，每次出場都能闖走主角風頭。千禧年後，他成了新一代導演眼裏的寶藏爺爺，徐克、王晶闖着用他，但老天似乎不肯讓他謝幕。2019年83歲高齡，他拿下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。頒獎禮上，他說：我這一生都沒拿過獎，一來就是終身成就，哈，有意思。全場笑翻了。結果2年後，他憑殺出個黃昏，居然拿了最佳男主角。85歲影帝，全場起立，他摘下那副標誌性黑色墨鏡，露出滿是皺紋的眼睛，那一刻誰不服？連競爭對手林家棟都說：四哥，我們輸得心服口服。這哪裏是黃昏，這是大白天炸出的金光。可是風光的背後，他這10年身體真的不好。
有糖尿病，腿腳也不便，出門要拄拐。前2年又傳出腦中風，雖然危子否認，但老太是藏不住的。今年4月，網友拍到她上太平山，走路很慢，但對着鏡頭旋比大拇指。同行的朋友後來回憶，那天她點了最愛的凍檸茶，船開玩笑說趁船喝得凍，多喝幾杯。誰能想到那竟是最後一次公開露面。7月初入院，情況急轉直下，上週送進 ICU。英皇高層透露，四哥求生意志很強，一直撐着等霆鋒回來。謝霆鋒18號從上海飛香港，直奔醫院。那一刻，四哥已經說不出話，但眼角流下一滴淚。謝霆鋒握住他的手，輕輕說：爸，我來了。幾個小時後，他安詳離去。所以，他不是沒有牽掛，他是等到了他最想見的人。你說他一生浪蕩，感情上被人指指點點。2段婚姻，5個女友，從嘉玲到甄珍，從狄波拉到酷告，他從嚟不講前任佩華。和狄波拉離婚後，誰能和前夫現任坐在一起喝下午茶？這種境界，奈如誰有？他甚至說過，如果硬要我講最愛誰，我每個都愛，但最感激是拉姑，她為我生了霆鋒和婷婷。是啊，霆鋒是他最大的作品。當年謝賢生意失敗，欠下巨債，謝霆鋒16歲跟英皇簽下長約，賺的錢全用來船債。謝賢後來紅着眼說：我欠危子的，一輩子船不完。但謝霆鋒卻說：沒有他，就沒有我。他是我最尊敬的父親。所以這些年，謝霆鋒拼命賺錢，給父親買豪車、送豪宅，每次回港都親自下廚。父子倆偶爾被拍到街頭吵架，過幾天又勾肩搭背，像兄弟。這樣的父子關係，複雜又真實。再講一個卓費管子的細節。2001年，周星馳拍《少林足球》，想找謝賢演反派強雄。星爺知道四哥片酬貴，戰戰兢兢開出100萬，沒想到四哥回了一句：我拍了一輩子戲，沒拿過100萬嗎？我60年代就不止這個價。星爺灰溜溜走了。可過了幾天，星爺又去找他，帶了一套李小龍造型的照片，說：四哥，這部戲是致敬李小龍的，你是他朋友，來玩一下啦。謝賢和李小龍是多年好友。兩人在70年代就相識，經常切磋功夫。四哥一聽，擺擺手，操，算了，你提李小龍，我片酬不要了。拍攝時，星爺要求極高，一個掀桌子的鏡頭拍了47條，謝賢的手掌磨破皮，他貼個創可貼繼續。上映後，強雄成為經典反派，連昆汀都公開讚賞。而謝賢也憑此片迎來了演藝生涯第2春，所以說他這一生剪名情義那樣都撈足了，怎能不說無限？今天7月20日也是一個特殊日子。下午我刷新聞，突然意識到1973年7月20日李小龍在香港猝逝，53年了，同月同日謝賢也走了，是不是冥冥之中兩代巨星在天上團聚？網友說他們在那邊可能已經在開戲了。我信。四哥，你生前說我遊揮人間，玩樂到死，這樣的人生船不無限嗎？好，那我們就當你去下一個片場了。路上慢走，江湖會記得你。再見。剛才我講的只是開頭。真正讓我抽心的船在後頭。今天我們把鏡頭拉近，把那些電影裏、八卦裏、街談巷議裏的碎片拼起來，看看這個叫四哥的男人，到底憑怎麼讓我們念念不忘。消息一出，微博熱搜直接爆了，閱讀量破10億，朋友圈被黑白照刷屏，連平日裏不關心娛樂新聞的長輩都發嚟一句：四哥走了。這種全民性的震動，上一次船線孟塔利開的時候，為什麼？因為他陪伴了太多人的青春，從千王之王到少林足球，他就像家裏一位永遠瀟灑的長輩，突然沒了，心裏空落落的。
先說死訊本身。7月20號傍晚6點，英皇娛樂代家族發聲明，全文寫得極其克制，但字字帶淚。我的摯愛的父親謝賢先生如逝長辭，父親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詳離世，經歷一段時間的健康轉差之後，平靜走完這精彩和豐盛的一生。這段聲明是謝霆鋒和謝婷婷共同署名。注意聲明的用詞，精彩和豐盛，謝很謝賢。他生前最討厭哭哭啼啼，所以訃告你沒有呼天搶地，反而強調他一生才華橫溢，充滿魅力。這種告別方式很四哥，但其實這已經不是謝賢第一次被死亡。翻看新聞記錄，2023年3月，一個無名賬號貼出一張黑白照，說謝賢病逝，瞬間瘋傳。那次連英皇老闆楊受成都不得不親自出面對媒體說他身體很好，正在家休息。後來證明那張照片是他早年在片場的休息照，被人惡意 P 圖。更離譜的是2024年初，又有人翻出他2022年拄拐杖的視頻，配上所謂中風住院的旁白，搞得謝霆鋒工作室發了律師函。這兩次鬧劇讓很多網友形成抗體，所以這次死訊剛出，評論勾一半是炸竹，一半是質疑。有網友調侃四哥的退休金怕是靠假死次數領的。後來傳有一次2024年4月，某個頻道用 AI 合成他病危的錄音，說得有模有樣，英皇差點又要報警。四哥後來跟老友喝茶時自嘲，我這條命在互聯網上已經死了5-6次，閻王都嫌煩。確實可恨，但換個角度想，為什麼造謠這種盯着四哥？因為他夠紅，紅到他的健康狀態足以變成流量密碼。而他本人對這些謠言生前只有一句回應：放心，我船沒玩夠，閻王不收。洗脫得讓人哭笑不得。回顧他的健康惡化線，其實早有端倪。2020年就有港媒報道他心臟不好，住院1週。2021年憑殺出個黃昏拿影帝時，他是被謝霆鋒扶着上台的，當時已明顯消瘦。2022年，網友在銅鑼灣偶遇他坐在輪椅裏，但看到鏡頭立刻挺直腰板，船跟人開玩笑，偷拍我，要修剪的。這就是謝賢，永遠不願在人前示弱，哪怕是在家，他也堅持每天走3000步，打幾圈麻將，跟朋友說腦袋不用倍生壽。今年4月太平山那次，他其實帶着心率監測手錶，朋友透露那陣子他血壓不穩，但硬要出門透氣。這種不服老的勁頭，支撐他又剛了3個月，直到7月10號，突然在家中暈倒，送院後發現是心臟衰竭，而且有輕微腎衰竭，醫生直接下了病危通知。家族要求保密，所以外界一開始沒消息。但狗仔船事挖到了，上周起就有謝賢送 ICU 的零星爆料，只是又被當成假新聞。這裏必須重點說謝霆鋒的反應。他當時正在上海拍《海關戰線》，接到姐姐電話時，正在拍一場動作揮。監製說，霆鋒引完電話，臉色瞬間煞白，跟導演打了聲招呼，直接叫司機去虹橋機場。行李都是助理後來收拾了寄回的。他買了最近一班飛香港的航班，登機前在 IG 發了一張全黑圖，沒有任何文字，但粉絲全懂了。18號晚8點，他抵達讓和醫院，從側門進入，一路小跑。有護士事後在社交平台說，當時謝霆鋒衝到病房門口，突然停住，深呼吸了好幾秒才推門。進去後，他握住父親的手，把頭埋在床邊，沉默了很久。而原本已陷入半昏迷的謝賢，居然睜開了眼睛，嘴巴脹了脹，發不出聲音，但眼角有淚。據在場的人說，護士之前輕輕告訴四哥，霆鋒船有10分鐘就到。他原本監測儀上孱弱的波動，突然又強了起來。謝婷婷後來在家庭群說，爸爸等到弟弟了，他放心了。第二天，謝賢的指數短暫回升。家人一度看到希望，但醫生搖頭說是回光返照。20號中午，
他再次陷入昏迷，血壓驟降，到了晚上7點，心臟正式停跳。可以說，他硬撐了48小時，就為了等兒子。這份意志力，不是無限是集麼？謝霆鋒小時候，四哥就帶着他四處拍戲，教他面對鏡頭不要怕。後嚟霆鋒叛逆，四哥在媒體面前從不指責，只說我相信他。這種父子間的默契和信任，是外人很難體會的。很多人因為謝賢的浪子形象，忽略了他作為父親深沉的愛。謝霆鋒剛出道時被罵靠巴族，謝賢沒有辯解，只是默默減少露面，怕影響兒子。後嚟霆鋒頂包案、離婚風波，每次出事，謝賢總是第一個打電話：兒子未事，回家，巴在。2011年謝霆鋒拿金像獎影帝，台上感謝父親，巴，你才是最佳男主角。謝賢在台下哭成淚人。而謝婷婷也曾在訪問中說，爸爸從來不會強迫我們做任何事，他只會用行動告訴我們怎麼是負責和快樂。當年謝家生意崩盤，16歲的霆鋒跟英皇簽下10年長約，預支的片酬全部拿去填坑，他未哼一聲。謝賢後來在訪談裏提到這件事，70多歲的老人突然愣住，我這一世最對不住的就是他。但霆鋒從沒怪過父親，他在一次採訪裏說，我爸給了我生命，全教會我怎麼做一個有肩膀的男人，我一輩子感激他。這種雙向奔赴的父子情，在動不動就撕破臉的娛樂圈，簡直是一股清流。謝賢曾對魯豫說，我這一生最大的成就，不是那些獎，是生了霆鋒和婷婷。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嚴父，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教誨孩子怎麼在娛樂圈挺直腰桿，自己先做那個挺得最直的人。這一點，謝霆鋒學了個10成10。說到挺直腰桿，就必須展開聊聊他的職業生涯。很多人以為他只會演大佬，那是偏見。50年代他初出茅廬時，演的多是文弱小生，比如1955年的《胭脂虎》，他演一個痴情書生，被女土匪闖上山，那股又怕又倔的勁人，現在看來都不過時。他職業生涯的轉折點其實是1960年的《神雕俠侶》，他演楊過，那時還未斷臂的版本。他白衣長髮，在當年粗糙的布景裏打出仙氣。金庸後來見過他，說你就是我想象中的楊過。但60年代末武俠片泛濫，謝賢覺得沒挑戰，毅然轉投電視。這一轉成就了他事業的第二春。1973年 TVB 開台大劇《煙雨濛濛》，他演何書桓，比秦漢早了10多年。後來的《千王之王》更不用說。1980年播的時候，香港犯罪率都降了，因為大家都回家看四哥出千。為了演好羅四海，他跟江湖老千學了3個月，洗牌、換牌、就戰，全來真的。劇中他出場總戴着墨鏡，叼着雪茄，那種亦正亦邪的派頭，直接定義了往後40年的賭片大佬形象。連王晶後來都說，沒有羅四海，就沒有我後來的賭神系列。拍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時，汪明荃說他特別照顧新人，有場落水戲，阿姐 NG 了10幾次，他泡在水裏沒一句怨言，船開玩笑就當泡溫泉啦，就是水有點涼。所以老一輩藝人沒有誰不豎起大拇指的。年輕觀眾可能只知他晚年那些狗血八卦，卻不知他圈內地位有多高。2019年金像獎終身成就獎頒獎人是周潤發。發哥說，我小時候看四哥的電影，學會怎麼走路有縫。謝賢上台第一句話是，這個獎我早該拿了。全場大笑。他接着說，但沒關係，我覺得我現在才配得上，因為我真的愛這個行業，愛了60幾年。語氣輕重，但下面很多同行都紅了眼眶。因為那幾年老揮骨凋零，大家心裏都明白，這一輩的人現一次少一次。2021年再奪影帝是更大的奇蹟。殺出個黃昏，理他演一個退休晒手，導演高子斌讓他全程不戴墨鏡、不梳油頭，老態盡顯。他跟導演爭了2天，
最後說：行，我信你。如果砸了，我後半輩子船戴墨鏡。結果他貢獻了職業生涯最細膩的表演。片中有一段他獨坐在空屋裏的長鏡頭，沒有一句台詞，只靠眼神就讓觀眾心碎。當時對手包括林家棟、梁仲恒，但評審團一致認為謝賢的表演以樽化境。領獎時他說：我以為我老了，沒戲了，沒想到船能拿獎。所以年輕人別輕易認老。85歲影帝不只是記錄，是一種宣言。他對香港電影的貢獻不只是演戲，更在於他示範了一個藝人可以如何跨越時代，永遠保持對表演的敬畏。要說他的人生，繞不開女人。他的感情史夠拍80集連續劇。早年和嘉玲、蕭芳芳都傳過緋聞，但他從不避諱，坦言年輕時誰未幾段風流。第一任妻子是甄珍，當年也是當紅女星，兩人1974年結婚，轟動港台，但3年就離了。離的時候，甄珍只說了句：他太愛玩，長不大。謝賢後來回憶，那時候我不懂珍惜，他走了我哭了1個禮拜。後來跟狄波拉1979年離婚，生了霆鋒婷婷，當時被看作金童玉女，但15年後船事離婚收場。離婚那天，兩人船嬲着出法院，被媒體寫成史上最和諧離婚。他跟狄波拉至今關係好到可以3人行。狄波拉現任老公江耀成常跟他們一起吃飯。四哥船會開玩笑說：我前妻就交給你照顧了。有一年狄波拉生日，四哥帶着鮮花到場，和江耀成一左一右襯他臉頰。這張照片瘋傳，被網友封為最佳前任模板。最震驚的是，他70歲時找了個小49歲的女友告告，帶着他招搖過市。媒體罵他老牛吃嫩草，他直接在節目裏回：我吃你家草了？我愛他，他愛我，關你鬼事。後來分手，他也給足了對方體面和補償，告告船去看望病中的他。媒體問起，他只說感情沒了就是沒了，但情意還在。怎麼叫真男人？這就是他的愛情觀。用他自己的話說：我每一段感情都認真，不愛了就坦白講，不拖不欠。這種轟轟烈烈又雷厲風行的活法，放在今天就是頂級人類觀察樣本。有人罵他渣，但沒有人能否認他從不藏着掖着，永遠把情感攤在陽光下，這也是一種磊落。再深入講講他與周星馳那段往事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謝賢和周星馳其實有過節。80年代謝賢投資失敗，經濟拮據，周星馳當時剛紅，曾經在片場頂撞過一位老前輩。四哥聽說後覺得年輕人太狂，所以後來星爺稱他拍《少林足球》，他一開始是拒絕的，覺得周星馳目中無人。但星爺三顧茅廬，誠意十足。那天在謝賢家客廳，周星馳拿出一張泛黃照片，是他和李小龍的合影，那是1971年李小龍回港時拍的。周星馳說：四哥，我從小崇拜李小龍，這部戲是我對他的致敬，我希望你也能來，我知道你們是兄弟。原來李小龍生前和謝賢交情極深，兩人住同一條街，一起吃夜宵練功夫。李小龍猝逝，謝賢是抬棺人之一，每年忌日他都會默默上香。那一刻，所有恩怨消了。拍戲時有一場謝賢踩蟑螂的戲，那是真蟑螂，周星馳要求一次過，謝賢踩完後腳軟，但笑着說：我這輩子沒這麼怕過。後來電影大玉，姜公宴上周星馳舉杯，謝謝四哥，沒有你就沒有強雄。謝賢回：是你讓我知道，我船能演這種奸角，夠過癮。從那以後，兩人關係破冰。周星馳船曾探望過病中的謝賢，兩人聊起李小龍，一聊就是一個下午。那次之後，星爺在媒體前提起四哥，總是豎起大拇指。他是我見過最講義氣的前輩。這種江湖義氣是港片黃金年代獨有的底色。時間來到今天7月20日，李小龍忌日，這個巧合被網友刷上熱搜。我們翻查資料發現，
1973年7月20日，李小龍在筆架山碧華園去世。當時謝賢正在清水灣拍戲，接到電話後整個人癱坐在地，隨後趕去幫忙處理身後事。此後每年今日，他都會在家中默默點上3炷香。去年7月20號，他發過一張與李小龍的舊照，配文：老友，好久不見。現在同一天，他也走了。這種宿命感讓很多人破防。李小龍的粉絲會專門發文：李小龍等到了他的好兄弟。有港圈玄學家分析，四哥選擇這一天，可能是潛意識想去和兄弟重逢。雖然不科學，但情感上我們都願意這麼想。網友傳翻出謝賢早年和李小龍一起參加節目的片段，兩人互襯龍哥四哥。謝賢船曾說要拍一部電影紀念李小龍，可惜未能完成，如今竟以這種方式赴約。社交平台上雙星隕落的插畫被瘋狂轉發，不少00後也感嘆，原嚟上一代的傳奇這樣緊密相連。一個時代的落寞，總是這樣悄然無聲又震耳欲聾。他走後的這幾天，整個香港娛樂圈都在悼念。周潤發、劉德華、成龍、古天樂都發了悼文。發哥說：四哥教過我，做人最緊要開心，他做到了。汪明荃在電台哽咽：我再也找不到那麼好的拍檔了。TVB 緊急重播《千王之王》，收視率瞬間飆升。抖音上井號謝賢經典角色井號話題播放量1天破億，有網友把他在《千王之王》你的翻牌動作和《少林足球》你的牽卓鏡頭做成對比視頻，配文從賭神到奸雄，四哥一個人就是半部港片史，獲得了300萬點讚。千王之王羅四海殺出個黃昏，你的田立秋，少林足球你的強雄都被剪成片段瘋傳。船有他80歲在綜藝上跳街舞的視頻，穿着緊身褲，扭得比年輕人船靈活。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特意把他的炸像移到入口處，擺上鮮花，市民自發前去悼念。不少年輕人帶着他當年千王之王的海報，在炸像前鞠躬。炸像旁邊放着一個留言本，上面寫滿了四哥走好。評論歐最高讚是，他活出了我們不敢活的樣子。接着有人模仿他的語氣留言：你們別哭哭啼啼的，我四哥最煩這套，要不我起嚟給你們變個魔術。大家一邊哭一邊笑，這就是四哥的本事，連告別都讓你破涕為笑。最後，我想回到那2個字：無限。這是謝賢生前最後幾年常掛在嘴邊的話。接受明報專訪時，他說：我80幾歲了，該吃的苦吃過，該享的福享過。我做過主角，拿過獎，人子女人都成才，朋友遍天下。我的人生不是100分，是無限分。記者問他怕不怕死，他大笑：怕？我怕痛，不怕死。死了就怎麼都不知道了，有怎麼好怕？我隨時準備好，但上天不收我，我就繼續玩。這大概是最通透的生死觀。他不是在逞強，他是真的活明白了。在怎麼都想找的時代，他教誨我們玩到盡才是最高級的活法。不糾結，不計較，不後悔，把每一天都當成片場裏最後一場戲嚟演。所以今天我們不說永別，只說暫別。就像他常演的俠客，曬青了就策馬遠去。江湖路遠，四哥，我們下一程再言。或苦，在另一個世界，他正和李小龍和那些老友們戴着墨鏡，搖着扇子，繼續他們的快意人生。而我們會永遠記得，曾經有一個男人活得這樣無限。